佢本身係一個濾食性嘅動物嚟嘅，即係佢透過過濾海水啦，然後去進食嘅。咁喺海洋裏面咧，其實我哋可能會充斥住一啲嘅海洋垃圾，叫做微塑膠啦。咁微塑膠係一啲只係一啲好微細嘅塑膠粒咁樣啦。咁佢喺海洋裏面咧，咁如果喺鬼蝠熊去進食嗰時咧，其實佢會一帶咧咁吸入埋呢啲微塑膠。咁呢啲微塑膠喺鬼蝠熊身體裏面咧，就可能會釋放一啲有毒物質啊，又或者係影響到佢嘅過濾嗰個系統嘅。啟亨參加咗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嘅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今年初到印尼考察同研究大型魔鬼魚鬼蝠熊。11日嘅旅程，佢曾經潛入海底觀察鬼蝠熊嘅生活情況，協助當地保育人員分析數據。落咗水啦，咁跟住然後喺當時嘅水底同時有大約20至30個人喺呢個水底度等鬼蝠熊嘅出現嘅。咁呢個時候就會覺得其實喺生態旅遊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喺注重我哋可能生態旅遊係對當地嘅人咧係有經濟收入係有幫助，但係同時我哋覺得係需要考慮翻，咁我哋呢一個嘅經濟呢個活動會唔會對其實當地嘅生態係有一定影響咯？計劃仲希望重現大學生投身保育工作嘅決心。本地嘅學府可能每一屆裏邊都係出嗰一科都係出3、4、10個同學仔。咁而出咗啲同學仔係咪真係會投身到保育界咧？咁其實嗰個數字唔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係藉住呢個計劃，就係去真係鼓勵翻呢一啲讀呢一啲科目嘅同學仔，係啦。咁你讀完啦，都希望你真係去出力去幫下手，係啦。咁投身翻保育工作。計劃至今資助咗350個大學生，新一期計劃今年9月報名。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